位觀眾大家好，今日2025年12月12號星期五，歡迎收睇本周嘅波蘭中文電視，我係主播蘇靜，多謝大家嘅關注同支持，我哋會努力為大家提供更多更即時準確嘅新聞資訊。以下就係本周嘅重點新聞。日26號起，所有非公民出入美國都需要採集生物信息。而買聖誕樹太貴，而家可以用1蚊就自己去斬一棵。3. 海獅過量捕食三文魚，議員主張擴大捕殺。4. 最高法院同意審理出生公民權嘅訴訟案。5. Nike 基金會喺上年捐款創紀錄，多數捐俾俄勒岡州。6. 俄勒岡州失業率升至5.2%，創疫情後新高。下邊請收睇新聞嘅詳細內容。美國國土安全部宣布，喺12月26號起全面推行新一代生物識別出入境系統，所有非美國公民喺入境或者離境嘅時候都必須接受生物資訊採集，其中包括面部識別、指紋，並有可能逐步擴展到虹膜掃描等先進科技。新規定適用於各類入境同埋離境方式，包括國際機場、陸路口岸、海港、私人飛機等。新規亦可能對移民相關審查產生影響，包括綠卡持有人喺美國實際居住情況嘅實際居住時間記錄、入籍申請中對居住同埋出入境記錄嘅審核、永久居民是否被認定為放棄身份嘅判定程序。呢項規則係美國多年來推動嘅政策延伸，包括2017年川普政府嘅指令同埋2020年提出嘅初版規章，如今正式全面實行。今年聖誕節，如果你覺得市面上嘅聖誕樹價格太高，不妨考慮親自去森林斬一棵。美國土地管理局宣布，喺12月5號到出年1月31號，俄勒岡州同埋華盛頓州嘅聖誕樹砍伐許可證降至只要1蚊。民眾只需要付象徵式嘅費用，就可以喺指定嘅公共土地上斬一棵自用聖誕樹。除咗聖誕樹之外，冬天常用嘅柴火採集證亦同步降到1蚊。依據規定，每個家庭最高可以斬3棵聖誕樹，柴火嘅上限亦同步提高。部分森林資源好豐富嘅地區，甚至仲可能放寬更多。民眾可以喺網上購買許可證，又或者前往當地土地管理局辦公室辦理。哥倫比亞河海獅大量捕食鮭魚問題升溫，眾議院自然資源委員近日開放聽證會，多名議員直指現行規管嘅措施昂貴又無效，冇辦法保護瀕臨嘅鮭魚，建議開放獵殺額度。原住民族漁業代表表示，海獅過去好少出現喺上游，但係因為水壩同埋環境嘅變化，加上海洋哺乳類動物保護法，令到海獅族群增加。如今海獅大量捕食鮭魚，各種驅趕方式亦屢屢失敗，甚至將海獅搬到遠處，佢哋幾日之後又自己游返嚟。雖然法律允許喺特定嘅區域捕殺海獅，但係5年之內只係移除咗230，遠低於上限。有州議員批評，平均每隻海獅要花費38,000蚊去捕殺，成本過高。喺聽證會建議放寬規定，甚至可以俾漁民參與競標捕殺，以提高效率。最高法院近日同意受理一宗有關憲法第14章修正案嘅出生公民權訴訟。判決預計喺2026年夏季出爐，外界形容今次將會係美國移民政策嘅一場關鍵戰役。案件核心爭議在於喺美國出世嘅嬰兒是否一定自動成為美國公民呢？川普政府主張非法居留者同埋短期停留者所生嘅子女唔屬於受美國司法管轄，唔應該適用於出生公民權。民權組織則反擊，150年嚟法律一貫承認，只要喺美國出世就係公民。總統唔能夠以行政命令修改憲法。法律界則警告，此案例如果
支持宣布行政命令，未來新生兒如果父母唔係美國公民或者永久居民，將冇辦法獲得美國國籍，對美國移民制度產生咗深厚嘅影響。最高法院將於2026年春季開庭辯論，結果預計喺6至7月公佈。Nike 共同創辦人 Philip Knight 同妻子旗下嘅基金會喺2024年共捐出咗2.26億美元，創下成立以嚟嘅最高紀錄。大部分款項留喺俄勒岡州，用於支持高等教育、幼兒服務同埋弱勢社群。其中最大一筆嘅捐款係向俄勒岡州大學新科學園區提供嘅1.82億美元，屬於 Nike 家族先前承諾嘅10億美元捐款嘅計劃之一。此外，該基金會仲分別捐咗數百美元到1000萬美元俾多家協助託育、早教同埋青少年服務、非裔社群發展組織同埋醫療機構基金。Nike 基金近年資產已經達到咗54億美金，從1997年成立以嚟累計捐款接近12億美元。值得一提嘅係 Philip Knight 近日並以個人名義額外捐出300萬美元支持俄勒岡州共和黨候選人。最新公佈嘅數據顯示，俄勒岡州9月份失業率升至5.2%，再創下疫情後嘅新高。不過喺醫療保健業強勁增聘嘅帶動下，全州仍然錄得就業成長。呢批數據因為聯邦政府長期關門而延後數週發布，係俄勒岡州就業市場幾個月嚟嘅首次更新。根據俄勒岡州就業情報廳嘅資料，全州僱主到今年為止已經通告咗接近9000人嘅裁減。俄勒岡州目前嘅失業率不僅為疫情衰退後嘅新高，亦明顯高於全國嘅4.4%嘅水平。從產業嚟睇，旅宿、製造業同埋金融相關行業裁員明顯。面對當前就業市場嘅不穩定性，專家提醒民眾應該保持培養職業技能，提升工作表現同埋穩定度，而喺景氣波動中更好咁保住工作。以上就係本週嘅重點新聞，佢哋嘅詳細內容可以喺波特蘭新聞嘅網站、Facebook、微信公眾號，又或者手機應用程式上面睇到，亦可以上到我哋波特蘭中文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上面收睇都得。本週嘅波特蘭中文電視就到呢度結束啦，多謝你嘅收睇，下週同一時間再見。